高州的旅程已能结束，也條聲音嘅數航站輪差唔多屯七家按個位負責睇太陽建造，原來日嘅太陽係一等高水體好嘅幫助。係時一條水準地度從安嚟高，係高雄民農嘅聲音呢，聽一天天速唔會變過嘅娛樂。我家熱同平常有七八冇共用，眼順來也改到小風人員，也到民農龍山國社會聲音呢，也早起工作人員。原來廿日係為到日本姊妹教會學生嘅，特別是龍山國社會聲音呢，體驗民農水準一天的高水治理。小朋友有沒有看到？來，注意看這邊。為了安全，這全部一定要扣。好，這樣小鳥才不會飛走。好，安全帽，你不要像剛才一個小貓戴反哦。來，注意看哦。準備好勢，睇南龍山國社會聲音嘅推數下，北龍山國社會聲音嘅普提太陽巷，談論是一條水準嘅水流出發嘅。今日下晝，民農是一條水準地度嘅公開用水，有能都市聲音嘅一天嘅體白體壓，還有連連沙沙無停嘅窩窩響響聲。也水準漂流2年組都到推演嘅水質，好好變高來嘅是腳亞片，我北龍山嘅聲音呢，山係勁高勁跳。因為也是黑人喺都市，想愛搞也搞唔到嘅喲。我們翻船了，因為它那個有浮力，很好玩，很刺激。等一下還要再玩一次嗎？還要。好，謝謝。都係水準漂流嘅終點站，南龍山嘅聲音呢係冇停變去，而本北龍山嘅在高雄市屯水向下高嘅環境，見用水排氣燈。好不好玩？好玩，好恐怖哦，就很恐怖。還想再玩一次嗎？不過還蠻涼的，就是感覺好像置身外太空一樣。很好玩嗎？很好玩。啊你呢？覺得呢被龍捲風捲出去一樣的。想不想再玩一次？想。那在台北有沒有地方這樣玩？沒有。沒有。會想搬來這裡嗎？會。對啊。嗰所人上岸要等唔切，強快就回起點，再個排隊到100。唔但唱聲音呢，搞到經常愛搞。連先生路空下水去搞誒。去年我沒有下水，我非常的後悔。今年我終於可以下去了，我終於等到了。在台北玩不到，對不對？對，完全玩不到。在台北也很難找到這樣的河流，而且今天的水還蠻乾淨的，水流也很湍急，對，非常非常的幸運。這個水圳文化剛好是我們美濃這個地方非常有特色的一環哦。那我們在跟北龍山的小朋友交流的時候，那我們把我們美濃最好的、最精緻的，也最特別的一面呈現給這個北龍山來的小朋友。連高度嘅漂浮對人嚟講是永生難忘的，因為一般咧台北這裡呢，台北因為空愛游泳池地方夠安全冇錯，但是很難想象講啊。透過那種水準哈，真叫按嚟下來，時候按長久的時間，可以坐在那裡睇那裡卡車的那個輪胎，按嚟鬆下來，按嚟天天的可以持有，可以享受，按嚟都順着河流這樣子飄下來。對人來講，可能一輩子就是碰那麼一次。玩了2次，太好玩了。特別是萬華區嘅龍山國小。屯高雄民農鎮的龍山國小，也2間孔明的國小，6年前結作為姊妹校。學生喺透過今年100嘅活動，展開雙鄉之間的文化交流，開創將權威300年的民農總頭，變作為都市聲音的認識客家文化的教學場域。因為我們在
脸是比较容易磨破，对不对？客家妇女因为要上山，要下地工作，那么她劳动力更大，更容易磨破，所以客家男生的他的脸比较多。來到美濃有名嘅垃圾店，新人嘅認真嘅談論介紹，看到一輛又一輛客家婦人家嘅傳統衫褲，也對客家族群有了了了嘅認識。男生布料比較特別，顏色比較樸素，然後會繡一些花邊。看到那個客家藍衫，然後他們的衣服都很大件，然後就是方便他們那個在種東西的時候可以比較方便。客家人就很勤儉，也很刻苦耐勞啊。然後他們的藍衫就很特別，因為婦女夏天工作衣服的前擺會碰到地弄髒，所以就折起來就會變成一個口袋，然後很奇妙啊。其他有254年歷史嘅美濃東門樓巷，對台北來嘅新人呢，每個人都知道個星期都翕相留念，我也有人一上下來都見講可老誒。他上來我有懼高症，應該吧？這個很小而且很直，對啊。冇唔錯，參觀起嚟愛在個白下70度以上，又等又合嘅色台，實在係太考驗。眼朝內哈，眼朝內哈，兩隻手抓，來抓個挺直下去。看到就有腳軟嘅感覺，嗰度小阿妹嚇到面甩牆，見講嗰啲年假。塞車了。3個古蹟的震撼教育之外，來到美濃觀賞，當然愛認識人的文化。舊式的煙樓哦，它要拿一個這麼長25公分的那個針啊，針去用那個穿那個煙一片一片把它穿了把它放在這邊來。那最遠後黃黃嘅人呢？我也都冇機會看過人呢嘅聲音呢，比困難面試，一定強用係鬼好奇又鬼強。來聞一下看看。我知道了。賣到國外，然後他們可以切碎做。哎，這個還沒有做黑草莓，選哪一種？就覺得比較特別，像一種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像一種那個長壽煙的那種味道，比較香。這是我所聞過的味道。這個行地波意思，看到面前也櫃台台嘅一個，都係平常甜體溫地波嘅飯，聲音呢實在係困難相信，都好奇嘅去瞄一下。可唔可以把殼剝掉？你以前有看過這個嗎？沒有。那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米啊。米哦。應該吧。可以直接吃了嗎？不行。不行。別媽冇看過苦嘅嗬。滿前做成白米嘅樣式，所以人哋都拿到啲油卡嘅呢米，人單萬嘅歡喜哦。人講奇怪米啊上到嚟咯，佢什麼呢？嗰還有小朋友們講那一剝嘛，也殼要不要剝掉？這些體驗其實他們都沒有在都市裡面是完全沒辦法接觸。過商業地波研究可以真實去體驗農村嘅生活。來到美濃農村，都市嘅聲音呢，自然愛體驗一下去田丘摘果子嘅樂趣。好，兩隻手往下折，不是，來，這樣對，好，往下折。哦，好，好大顆。這個喇叭呢，三冇看過喇叭嘅書，都市來嘅山岸，一到嘅喇叭葉，強到講唔得。太好了，那上面樹葉那些，好了，謝謝。如果下巴尾限體會出現是巴尾嘅四倉礦。他叫他楊老師。楊老師，有人叫你。楊老師，我這邊綁住了，已經拆下來了，可是綁住了。這條
考试窗口完全冇影響成人哋睇中下生活體驗嘅心情，每幾日都值到櫃台討嘢。沒有，我覺得很特別啊，就是可以摘芭樂，體驗當個小農夫啊，而且摘到芭樂，感覺收穫多多，很有成就感。以前只知道吃，现在知道它的由来、它的生长过程，那吃起来的感觉呢是别有一番滋味。这个学习是课本里面没有的，而且有签到的。待会小朋友也可以这边拿起来，是不是就一颗？然后这个泥土其实蛮松的，你稍微用手这样弄一弄就松了，有没有？體驗上向冇共用嘅生活方式，增加學生嘅生活體驗，開拓成人嘅視野。其實都係南北兩省國小舉辦學校交流體態嘅目的。那我們借由這樣的一個交流活動，讓小朋友在這個差異性非常大的一個環境裡面去了解到說原來彼此是生活的環境，好生活的文化，生活的這個周遭是這麼樣的明顯的不同。原因裡，喺台北市嘅嗰種生活、嗰種環境，咁冇都係一種學習，喺有安嘅機會加定另外戶外教學安一種方式，來到客家莊來了解不同嘅嗰種嘅多元嘅文化，了解客家嘅嗰種歷史、客家嘅民俗、客家嘅嗰種風俗等等，對成人嘅將來嗰種安嘅生活，咁冇就人嘅嗰種嘅視野，會幫助佢睇。一種種曬到胡落嘅笑面，有能建立美濃大自然勢力嘅歡喜。南北兩省國小嘅成人呢，做人客嘅做主人呢，都該歡喜，也無聽表客同對方講感謝。在我們的台北大都市，根本不可能會有這種經驗。非常感謝各位，讓我有這次難得的體驗，謝謝大家。在這3天，我覺得我非常的累，因為幫你們做太多事了。但是我的心情卻非常的開心，而我也非常的難忘。謝謝大家。短短3日的上鄉體驗離場。顯現南北兩省師生的情誼，完全冇共用嘅生活環境、文化差異，佢尋日體驗嘅童年記憶度，留下嘅改好又改難聽表客嘅記憶。